主后2022年10月2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虽然软弱，犹原忠诚。启示录第3章第7到13节，咱做伙来听读。你着写批予腓拉铁非的教会的天使讲：圣洁搁真实，掌握大笔的锁匙，开就无人会当关，关就无人会当开。迄位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看，我已经伫你的面前，甲你开一个门，是无人会当关的。我知你简单有淡薄气力，却有守我的道理，毋捌放任我的名。你看，撒旦的集团，因自称犹太人，其实毋是，是遐个讲白贼的。你看，我要予因来拍伫你的骹前，因就知我有听你，因为你有遵守我的道理，吞忍到落尾。我嘛要保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时，这个时得要临到全世界，来考验住伫地上的人。我念伊到，你所有的着坚守，才免有人甲你的花冠摕去。得胜的人，我要予伊正做我的上帝殿内的跳，伊永远袂阁离开。我要将我的上帝的名，以及我的上帝城，就是对天顶我的上帝遐降落新的耶路撒冷的名，甲我新的名，拢写伫伊顶面。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以上。虽然软弱，犹原忠诚。今仔日这段经文是神圣搁信实的主透过约翰写予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也是对这间教会的评价。伊即种大笔的锁匙，只有开门就无人会当关，关门就无人有法度开。伫遮描述的可能是指传扬基督福音的机会，也是主耶稣将末的救恩。主知影腓拉铁非的信徒，虽然只有一丝丝的能力，也尽心尽力，忠实遵守上帝的话。因虽然软正，总是伫经历极大的艰难了后，犹原对上帝展现十足的忠诚。因为因的尽心甲忠实，主耶稣为因开一扇门。伊一旦开启这扇门，就无人会当搁再关闭。所以，就算宣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机会10分的艰难，这扇门袂因为敌人的势力关闭。遭遇患难者袂失去进入门的宝贵机会。腓拉铁非教会信徒的敌人，就是受称作撒旦的集团的人，也就是自称作犹太人，总是其实并毋是犹太人的讲白贼的。这个讲白贼的，最后会让腓拉铁非教会信徒下拜。约翰伫遮应该是想起以赛亚书49章23节所讲：当上帝得到将末胜利，列国要伫以色列人面前跪拜。约翰借用这个描述的手法，传达出耶稣的信息，呈现截然无同的结局。换一句话讲，虽然犹太人将基督徒当作异端，也是苦外人，搁甲因赶出会堂的所在，总是当上帝国最终来临的时阵，这犹太人
要看见上帝所听竞选的基督徒，阁要向因跪拜。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虽然得到上帝扶持甲看顾，总是并无代表因伫世间得到免受压迫、遭遇艰困和苦难的权利。当逐种患难也是试炼来到的时，因唯一的应允甲安慰，就是上帝必然会赏赐互因到野的气力甲勇气，互因坚持基督的信仰到落尾。约翰鼓励这个面临迫害的信徒，的确着坚忍到落尾，持守基督的信仰，才会通得到上主所赐荣耀胜利的华冠。这个真正靠主得胜的人，上帝要互因成做彰越圣殿的一份子。基督徒的领袖受称作教会的条职，总是伫遮遐个忠实的基督徒也享有同款的称号。上帝也会伫这个人身上铭刻上帝和新的耶路撒冷的名。咱现今的教会检采并无像菲拉铁菲教会受到罗马帝国也是犹太人的迫害，总是咱还会面对无同的考验和苦难。恳求主持续扶持甲看顾，帮助咱坚定信仰。主上帝必然会赏赐咱到野的气力甲勇气，用忠诚坚持基督的信仰。默想，伫日常生活中，也是教会生活中，遭遇患难也是考验的时，我要安怎面对？伫日常生活中，也是教会生活中，遭遇患难也是考验的时，我要安怎面对？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我的能力虽然微细，求你扶持和帮助，互我通面对逐种艰困甲挑战，忠实见证你的名，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